秀传医疗体系行过半个世纪，为着纪念这个重要的里程碑，特别以骑脚踏车的方式来庆祝。为中华出发，沿路经过德山、台南，再后到高雄，全程205公里。从那个咱的起家厝吼，骑到江滨到竹山吼，即摆到台南市医院免等者要骑到公山吼，到个你路顶这是一个传承。活动一个秀团体系各个医区来共同完成这项挑战，除了向进团结甲合作，也要彰显伫医疗专业的努力。那我觉得重点是让我们所有的同仁都认识到秀传那我想在座很多秀传的我们的铁骑士应该是第一次来到台南市立医院，可以看到在蔡院长、毛副总的领导之下，南市医是蓬勃发展，很有朝气，那未来充满了希望。台南市立病院今年进入第35冬，为开院以来，除了积极配合中央甲地方政府的医疗政策，未来也将持续提升医疗品质甲量能。那今年秀传50周年大概35年，这个是世纪35年。我大概是在39年前在秀传的然后后来被总裁派到这边来，这个苏武牧羊这个35年，今天总算等到大家都来了谢谢大家的那个参与然后希望今天很顺利能够完成。秀传医疗体系将努力成为亚洲的美约医学中心，提供民众更高品质的健康甲医疗照护。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